台南这阵这青豆丁是安尼定定出现，毋但是果子园互破坏去，徛街附近嘛拢受到绞擦。也那农业局是回应讲，这掠到青豆丁的数量呢是比去年还阁较加2倍。也毋过因为青豆丁咬炭，而且阁无天敌，所以第一时间来要甲全掠起来，确实是有困难的。呼吁民众若总有发现，会当敲电话来通报。 一只青豆丁闭伫咧树仔顶，若无详细看，根本袂发现，因为伊的色水掺树丛，真烧香。青豆丁是外来种的一种，是农民上介找的成本之一，因为偷食作物造成居民困扰。即阵有平台反映，台南南区青豆丁愈掠愈多，甚至真侪乡亲顶前徛街附近嘛常在出现，这支农业局的防治效果。啊，你若做侪就会惊动员啦。台南其实蛮多的嘞，真的。对，因为。 在那个中华南路，就是要过坟墓。我先生有看过好几公尺大的。有人讲弯刀附近不是只有一只，是有好几只在晒太阳。那1年过去了，不但没有变少，而且是越养越胖。青豆丁伫台南生团，主要是和在地溪流有关系。农业局讲，这款物种分布伫咧三亚强溪、二林溪甲北江溪等所在。政府目前嘛有请厂商集中人工伫各区咧掠，今年掠到的数量比去年加2倍。农业局今年按算要消灭3万只，嘛会加强防止青豆丁往北拓开。母的话都不断在生，不断在下蛋。 所以说它的孵化率如果50%来讲，它一次可以生20颗到80颗。第一个流域里面会进行移除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共安全，提防这些的公共设施，或者是说，因为我们也避免民众恐慌，所以说我们也会针对这3个部分进行移除。 即阵除了南部地区有出现外县市嘛有青豆丁的形影，农业局回应一直拢有咧加强做消灭的工作。不过这款外来种，坦白讲无天敌，兼介高生介高炭，地需短时间内要甲消灭，确实有影真恶做。伊嘛会有乡亲若看到，通卡1999通报，市府会随派人到场处理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